根据历史，挂菜伫咧台湾的明郑时期就已经出现了。伊是当时移民来台湾的人改炸入来。苗栗公馆乡的挂菜更加是全台湾出名的，毋但是因为伊的产量是台湾第一，更加是因为这边咧拍挂菜的客家人，每一个拢是拍菜的高手。对着拍菜的骹步，新鲜的鱼仔，经过日头安尼拍1-2礼拜了后，就会甲涩味去掉，变成甜甜的点心。每礼拜四暗时10点，公视台语台，台湾好滋味，上怀念的迄一味。